今日係6月23日，常年期第12週星期二。今日嘅聖言金句係：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，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。嚟自聖馬竇福音第7章第12節。今日嘅默想主題係實踐愛嘅誡命。耶穌教導咗眾人要真誠咁按天主嘅真理正義去生活。天主係愛，要實踐真理，應該全心、全靈、全意、全力咁愛上主，你嘅天主，及愛近人如你自己。喺今日嘅福音，耶穌將愛人嘅命令具體咁樣表達咗出嚟。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，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。呢一個被稱為愛嘅黃金律嘅法則，清楚咁樣總結咗法律同埋先知嘅精神。當我哋願意以同理心去看待他人，以包容回應衝突，以憐愛扶持軟弱，我哋就喺日常中實踐咗天主嘅愛。然而，面對世界嘅困難同埋挑戰，我哋往往都會覺得力不從心。正因為咁樣，耶穌邀請咗我哋返去佢嘅教導之中。唯有喺基督嘅恩寵之內，我哋先可以透過祈禱辨別善惡，作出合乎真理嘅選擇。當我哋懷住呢一個信德，領受基督體血，我哋就再次被提醒，天主嘅愛同埋救恩已經臨於我哋，而佢亦都賜下咗力量，使我哋可以走上嗰一條窄門之路，邁向永恆嘅生命。今日嘅祈禱係：天主，感謝你賞賜我哋救恩，藉住聖神嘅引導，喜樂咁行好多愛德善功，實踐彼此嘅相愛同埋寬恕。願慷慨犧牲，奉獻身心，成為你臨在人間嘅見證。阿們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